we actually understand what sections the report has. And then down here, we're just using an HTML to PDF API, downloading it and sending it off in Gmail. So all of the different chat models here, I'm using OpenRouter, as you can see, and they're all using Claude 3.5 Sonnet. So far, throughout my testing, each run has been a little bit less than $1. Each run has been a little bit less than $1. 喂，呢條片話用呢啲 AI 工具，每執行一次調研 ，agent 整理埋入 PDF， 每次成本低過1蚊美金，這係幾乎唔使錢，咁準，睇埋落去就明，醒目蓋，咪走雞。一段網上影片名為 Research Anything and Get a PDF Report。呢條片教你點樣用 N8N 嚟搞自動化調研流程同埋整 PDF 報告，聽落好方便喎。佢示範咗點樣輸入一個主題，例如早餐的糖，跟住個 workflow 就會生成一份有40頁蓋 PDF 報告，仲有目錄同埋參考資料添。佢用咗 AI 幫手，整得好快，而且可以幫你揾埋啲資料來源。呢個對於唔識寫 code 嘅朋友嚟講，真係幾好用。但係等等，佢話個 workflow 每次跑的成本少過1蚊美金，咁樣係咪真係咁平呢？其實呢個成本可以隨時變㗎。佢用蓋 API， 例如 Tabi、AppyTemplate.io 同埋 Claude 3.5 Sonnet via OpenRouter， 佢哋蓋收費未必同你做的調研對象或內容相同，所用工具也未必一樣。你的研究越複雜，用的 API 可能越多，咁個成本咪會上升咯。而且調研內容生成後，質量檢測內容費用佢又冇計算，唔好淨係睇住個視頻佢話你知呢個流程的價錢，最好就係自己計清楚，睇清楚個成本先好。想避免俾呢啲被平價視頻內容老點，以下3點要記住先研究下。第一，你所研究的內容究竟有冇可靠的網上信息來源？無的話，做完等於白做。第二，睇下有咩 Appy 資源可以用，適合你的項目，而且要睇信息來源。第三，成本，仲要自己計清楚，監察下你用蓋 API， 例如 OpenRouter、Tabi 呢啲，到底用咗幾多錢？如果你希望單單自動化呢個流程，可以考慮自建一個 iAgent， 專門幫你調查你個研究的題目的內容資源，咁樣先可以令你的項目真正落實到實用處，而非單單一個玩具。套路有玄機，你學識咗解套未？